转来看国内这中型航勤的员工，因不满工会长期以来拢是主管的占规，佮调工要互会员大会留会，互工会无才调去运作，今日去到汤市政府门头前抗议，要求劳动局爱改制到3天。资方工会知法玩法，考试府没办法。 不满中型航勤工会和资方主管长期霸占，基层会员依法申请加入工会，依法联署召开大会，煞未当互工会恢复正常运作。中型航勤基层员工伫桃园产业总工会和中型航空企业工会陪同之下，伫被透早到市府头前抗议。 因为既然会议都开不成嘛，可不可以指定说，让我们来召集这个会议，让我们这个会议的能够顺利达成？我也希望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能够硬起来。陶市府呢，口口声声说会协助，却在林彦良理事长说这种不要，没理由，我就是不要的情况之下，居然说这个工会非常有诚意。 乐团指控资方派工会唔拿因钱阻挡基层员工加入工会已经有1年半，伫会员人数对33个人增加到600多人了后，又搁调工予顶个月27会员大会，甲这个月27临时会员大会来留会，予无民意基础的主管级干部继续独裁控制工会。 因为他们的行业特殊，然后再加上工会如果不努力，运作出席那个会员人数的话，的确有可能会造成未来持续流会的情况。针对中型航勤工会流会争议，劳动局表示，中型航勤工会已经有调集会议，无法度由市府指定调集人。 不过，积极要求中型航勤工会甲会员协调，也坦白讲，即卖的工会法的规范之下，确实无其他解决方法，会请教劳动部敢有其他配套措施，若是无，会建议劳动部修法。对于资方霸占工会指控，中型航勤是回应讲，工会事务是由工会自主运作，甲公司无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